韓國人氣組合少女時代第2次亞洲巡迴演唱會嘅香港站，呢晚終於喺香港開鑼，吸引數千名 fans 捧場，其中更不乏唔少宅男 fans。佢哋不停揮動手中代表少女時代嘅粉紅色熒光棒，等待偶像出場。當少女時代9位小妮子一現身，全場即刻尖叫不停。見到香港嘅 fans 咁熱情，9位成員當然都零舍興奮啦，仲大唱首本名曲，令現場氣氛嗨爆啊！雖然今次係少女時代第2次開亞洲巡迴歌唱，不過喺香港開 show 與 fans 近距離接觸，少女時代都係第1次，所以佢哋都特別珍惜今次嘅機會，同香港嘅歌迷互動，企喺特製嘅升降台上大 show 舞技添啊！少女時代出道短短5年，已經喺全球各地擁有超高人氣。早前佢哋更捧走韓國金唱片音源部嘅大獎，認真可喜可賀。而呢日佢哋除咗獻唱首本名曲之外，都不忘唱出舊年啱啱推出嘅新歌啊！順利完成演唱會嘅少女時代，留港休息一晚之後，呢日佢哋就起程返韓國啦。超過200多名 fans 一早嚟到機場守候。喺下晝1點左右，少女時代9位成員就由20多名保安人員護送下抵達離境大堂。fans 見到少女時代就即時報以歡呼聲。雖然少女時代部分成員戴上墨鏡，睇嚟有啲酷，但係面對熱情嘅 fans， 佢哋依然表現親切，仲不時向 fans 揮手致謝。不過送機現場情況混亂，有 fans 為咗一睹偶像風采，不惜罔顧安全，腳踏行李手推車。有人更誇張到企喺垃圾桶上邊，認真係險象環生啊！